其實我一啲實力都冇，我係偶像派嘅。話說隨住孫吳嘅建業財團宣布被收購而結業，各位逼曹毅集團前老闆曹煥落台嘅新任 CEO 司馬炎正式統一公司，叫做西進地產。公司嘅 headquarter 就搬咗去洛陽。只係司馬炎其實就冇咩料嘅，公司係佢祖上兩代留俾佢嘅金山嚟咋。為咗防止公司好似當年咁俾啲外姓人搶走，你知啦，佢哋都係咁樣搶翻嚟噶嘛。佢就安排咗佢啲親戚做各大部門嘅主管啦。不過呢個安排好快就變成大領落啦。因為好死唔死，佢將公司留咗俾佢個低 B 仔阿偉呢，佢咪就係嗰個話你哋嫌搭巴士慢，點解唔自己買車啫？所以出面有人傳佢係弱智，公司實際上就係由佢老婆簡南風打理。所以出面嘅8個部門主管就諗：喂，我哋都係姓司馬啫，喺出面捱生捱死，而你公司就俾一個低能仔一家玩晒，唔制，跟手司馬家龍女雞作反，上演一場持續16年嘅家產爭奪戰。啱啱上軌道嘅公司又一盤散沙啦！最大鑊嘅係內亂之際，外面有班外國嘅大鱷伺機而動，大搞投機主義，見縫插針，要染指西進地產。內亂之初，首先有四川分公司主管李紅自立門戶成漢實業，同時有位嚟自匈奴嘅鬼佬話自己姓劉，叫淵，係當年嚴漢地產老細啲私生子嚟嘅。咁借助匈奴嘅資金收購咗平陽分公司，改組成為趙氏集團。趙氏集團一時強到踩西進地產主場洛陽添。不過趙氏集團一半老闆劉淵以前手下頭炮，嚟自揭嘅石勒就喺對面街又開咗檔趙氏集團，一樣名嘅，擺明搶生意啦。後來仲做瓜埋趙氏集團添。西進地產嗰期嘅揸 fit 人司馬睿見北區俾兩趙搶晒，冇計，唯有執包袱同班董事一齊搬咗個竇過海嚟咗南區嘅健康路，租平啲啊嘛，叫住 keep 翻個名東進地產。不過落到南區，司馬家都冇咩話事權啦，俾另外幾個大財團嘅家族控制住啦。東進地產嗰期都叫中規中矩啦，有幾年做得旺，收購翻成漢實業同埋殺入北區洛陽街噶。不過都係捱唔住貴租，被逼搬遷。那邊廂趙氏集團旺咗一陣，點知石勒個仔石虎做臭個朵，其後佢子女出嚟爭家產，又搞到公司一鑊泡啦。石虎嘅養孫冉文反轉豬肚就係屎啊，趕走石氏一家同埋搶走公司一半，改名做冉魏集團。冉文呢位朋友其實好憎外國人嘅，本身諗住同東進地產啲本地人一齊搞合作，收購翻個北區。但係東進地產識嚟老鼠，玩唔到幾年，冉魏集團就俾外國嘅鮮卑人慕容家收購，再改名成為慕容置業啦。而趙氏集團嘅另外一半呢，就係俾石虎條僆低人傅控個仔苻堅改頭換面，成為咗大秦物業。後來續子苻堅仲請咗位陀地王猛，人如其名，好鬼猛。搞到公司有聲有色，好快就收購咗慕容置業同埋附近幾間細公司。喺北區你基本上搭堅哥個朵，冇人敢喐你啊！身痕嘅苻堅見自己勢起，北區都玩晒，梗係殺入南區啦。人算不如天算，強如大秦物業，號稱動用80億嘅資金喺肥水街嘅收購計劃，竟然全盤敗俾東進地產。原來對面係有秘密武器謝安，唔係謝安琪啊！隨後苻堅破產，歌仔都有得唱啦。前秦硬花像石頭，隨緣地拋下便逃走。就咁，大秦物業隨之解體，而公司另外一位嚟自姜嘅經理姚暢就取代咗苻堅嘅 CEO 位置，喺關西重組大秦物業。慕容置業亦都喺關東街東山再起，之前俾苻堅所併吞嘅鮮卑拓跋氏嘅大代公司亦都重新復活，變成北魏地產再戰商場。除此以外，其他被併吞嘅小公司都紛紛反彈。一時北區有8間地產公司，混亂非常。那邊廂東進地產有位自稱係當年嚴漢地產 CEO 劉邦細佬22世孫嘅人士劉裕，喺幾年裏邊業績出色，成為咗部門經理。見北區分散就決定帶公司乘勢北上。但係其實野心勃勃嘅劉裕不自在北區。咁到底北區會變成點呢？東進地產又會有咩下場呢？且聽下回分解。